续来看警政署针对着明年1月13日总统甲立委的大选，今仔日是成立着联合的指挥所。内政部长林佑昌嘛甲警政署长黄明昭做伙来宣示维护选举治安的决心。包括像假讯息的一个查处，还有包括境外势力的这个介选。 都是我们在这一次这个相关这个选举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治的一个目标。除了维护选举的治安，嘛要严格来查贿选、查搅盘，甲防止着暴力冲突。为着要确保着选举平顺，全国的警察是总动员，希望会当做好选举的维安。 除了确保着投票日的选务顺序之外，选后嘛要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Hello， 我是冯维之，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